站住！你是谁呀？我不要你管，放开我，让我进去。不行，快回去！放开我，让我进去！不行，你快回去吧！放开我！不行，你快回去吧！你到底是谁呀？我自己回去。你不能进去！快回去吧！你不能进去啊！嘘，小声点，小心吵着大王。大胆！好了，怎么把孩子放进大殿里来了？大人恕罪。让我进去！谁在那儿啊？回禀大王，是个孩子。孩子怎么会到这儿来？小的失职，我这就把他赶开。哎，算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寡人倒是想看看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闯寡人的大殿。是。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你猜猜。你是大王。那你是谁啊？你也猜猜。你一定是寡人的公主。可你是哪个公主呢？你知道的。寡人不知道。寡人有10几个公主呢。哼，这孩子气性挺大的。我叫芈月。哦，还是你给我取的名字呢。哦，是你呀！寡人知道了，小霸星。没想到你都长得这么大了。我也想不到啊。你想不到什么？我原来以为你是一只大老虎。寡人怎么会是老虎呢？老虎是大王啊，你也是大王。好吧，就算寡人是只大老虎吧。你站起来。为什么？你站起来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娘亲说过，老虎的屁股摸不得。哎，老虎的屁股摸得是吧？哎，你摸摸这儿，看老虎的脑袋是否摸得？老虎的脑袋也摸得，老虎的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鼻子也摸得。父王，你去看看我娘亲吧。你娘亲？她是相夫人。哦，她很想你的，日日都想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她日日都站在门口，朝父王这里望啊望，就是不说话。可是寡人今晚已经答应去王后处用膳了。好吧，回去告诉你娘亲，寡人今晚就去。好，你要说话算数。好了，眼下寡人要忙政务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好。哎，等等，父王告诉你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秘密，在大殿的后面有个偏门，以后你就从那里进出，不会有人阻拦你。好。夫人，大王来了。臣妾拜见大王。
免礼。臣妾蓬头垢面，衣衫不整，望大王恕罪。怎么，月儿没告诉你，寡人今晚要来？小孩子的话怎可作数？寡人的话可是要作数的。你怎么哭了？臣妾高兴。过去寡人冷落你了。夫人，大王去了相夫人那儿。大王去了相氏那儿？是奴婢亲眼见到的。4年多了，这云梦台都快成了冷宫了。不知大王今日怎么就想起了云梦台？大王不是想起了云梦台，而是想起了相氏。还是有子嗣好啊，大王至少会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来看看他的娘亲。哼！父王，你是来叫父王去看你娘亲的吗？不是，月儿来看看父王。娘亲说父王走到他那儿不好。有何不好啊？有人会不高兴。谁会不高兴呢？只要寡人高兴就好。这些点心好吃吗？好吃啊，你吃吧。可我娘亲说不能乱吃别人的东西。哦，你娘亲把你管束得很严呐。可你又不是别人，你是我父王啊。此话有理。那我就尝尝。吃吧。大王，小公主睡着了，我还是送她回宫吧。寡人想歇息了。大王，您去哪儿？还能去哪儿？去他娘亲那儿。哦，是。自楚宣武王以来，楚国一直是诸国中的王者。前不久，齐王、魏王等人在徐州会盟，竟然相约并力讨伐楚国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大王，微臣还听说，齐王已派使臣去见越王吴江，越王已答应齐国共同攻楚。齐王居心叵测，一心与寡人争霸，不灭齐王之气焰，寡人食无味，寝不安。寡人有心亲自率兵讨伐，先攻越国，然后移师北上。大王，既然您已有决断，这是一场大战，我等需在粮草、兵器、战车、舟船等项早作筹划。启禀大王，永相令有事禀报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大王。后宫又有何事？恭喜大王，相夫人怀孕了。本王刚决定出征，相氏就有了身孕，这是吉兆啊！好。
恭贺大王！相氏有孕了。怎么会？怎么不会？近来大王去云梦台多少回了，拿小孩子这么宠，算他有手段。那相氏出身低微，就算他有子嗣，偶尔受到大王临幸，又怎可与王后相提并论？戴瑁，去告诉膳房，准备几样大王喜爱的点心，午后我跟舒儿给大王送过去。是。母后去，舒儿可不可以不去啊？舒儿为何不去？父王的脸好凶，舒儿怕。父王是大王，有王者之气，父王何尝对你凶过？舒儿就是不想去。闭嘴！你是嫡公主，畏畏缩缩，哪有点嫡公主的气度？王后，舒公主，举姬，听说你的应妾相氏怀孕了，该恭喜你呀！大王在天子嗣，大家同喜。哦，大王已经下旨，相氏怀孕期间，一切事务由我来打理，以免劳烦王后和其他姐妹。那就有劳你了。大老虎舒服吗？舒服，有小老虎敲背，大老虎太舒服了。来来来，这儿也敲敲。还有这儿，这儿也给敲敲。放肆！芈月，身为王女，怎可军前无状？月儿孝顺，给父王捶背，何过之有啊？臣妾是怕小孩子没分寸，坏了君臣父子之礼。你是在说寡人吗？臣妾不敢。是舒儿好久未见父王，思念的厉害，特让膳房做了些点心给父王送来。舒儿，来，到父王这儿来。来呀，快去。你怕寡人？寡人的样子很凶吗？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哎，你看她，她是你妹妹，她就不怕寡人啊？原来你是我姐姐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母后，父王，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去玩吗？当然可以，去吧。我们出去玩了。膳房新做的点心，快给大王端上来。大王，这天气潮热，绿豆糕最是下火。王后有心了。这些日子，大王很少去后宫，后宫的嫔妃们都盼着呢，如大旱望雨。这阵子国事过于繁忙。国事繁忙，大王还要注意身子。大王若是要去后宫，也望能雨露均沾，免得会有怨言。哦，有何怨言？说来寡人听听。这怕是王后对寡人有怨言吧？不敢。要与我玩什么？你会放屁吗？放屁？放屁会。那你放一个。你看我的。我放一个。我可以放个连环屁。我也会。亏了母后不在，她若见了，定会说我们行为粗鄙、大发脾气的。母后为何生气？因为我是公主，应当言语得体。我也是公主，但是我娘亲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得体。但我是嫡公主啊，那有何不同？你见了我应该行大礼。好吧。
我给你行礼了，你应该向我行礼。为什么？来而不往非礼也。那好。舒儿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们在礼尚往来。大胆！你们可是礼仪廉耻、尊卑有序，简直没王法了。芈月，你给我跪下，即刻向嫡公主赔罪。跪下！我不跪，我不跪，我为什么要跪？我不跪，我就不跪。王后，我不跪，我不算了，跪。小孩子玩耍，别太认真了。大王，芈月刁钻顽劣，目无尊长，若无人好好管教，寡人倒是看着孩子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率真可爱的很。可惜是个女孩，若是个男孩，前景不可限量。朝阳，伐越攻齐之事筹备的怎么样了？我等已筹集兵力10万，战车3000，粮草舟船也都准备妥当。万事齐备，只等大王发令。好。屈子，你是大祭司，就由你为大军择一出征的吉日，让那些鼠辈们看看我大楚的气势。是。还得再烧点热水。烧。夫人用力，热水来了，快出来！放大，快出来了！快，夫人，再使劲，已经露头了。快，裹巾。见过大王。生了吗？孩子如何？恭喜大王，相夫人生了一位小公子。哦，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寡人明日就要出征，宫里又添了位小公子，吉兆。大王，何不给小公子赐名？起来吧。寡人戎马一生，小公子就取名为荣。今生相氏为妃，赐章华台，赏锦缎100匹，华服10件。是，臣妾替相妃谢恩了。谢父王。月儿，父王就要去打仗了，你在宫里要听娘亲的话，做父王喜欢的小老虎。好，月儿知道了。大王即将出征，还有何事要吩咐臣妾的？本王此次出征，少则1年，多则2载。太子监国，朝阳屈原辅佐。出征日久，后宫就全靠王后打理了。大王放心，臣妾竭尽全力，不辱使命。这就是我的寝宫，以后我和孩子就可以住在这儿了。相妃，王后谨遵大王旨意，已将赐给相妃的华服做好，请相妃更衣换装。这些是王后特令永香精心赶制的，相妃云容月貌，穿上华服更增荣光。这衣裳如此的精美，我若穿戴它们，也许过于华贵了。玳瑁服侍相妃更衣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我自己来就好。这是奴婢的职责。玳瑁姑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别碰！记住了，
在这宫里，不该问的话别问，不该碰的东西别碰。是，姑姑。夫人，您的早膳。夫人，您的脖子……啊，我的脖子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一夜之间，臣妾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这是恶疾，快，立刻封宫，带相妃出宫避疾。是，带走。不会的，王后，臣妾不是恶疾王后。王后，王后，臣妾不是恶疾。娘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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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亲。求求你们别送我出宫！求求你们了，别送我出宫，放我出去！这里是我家，我叫魏家。有人让我照顾你。你照顾我？我的侍从呢？侍女呢？嗨，还有什么侍从侍女啊？有我魏家照顾你，保准伺候的你美美的。你别过来！不要！我是大王的妃子，你要是敢冒犯我，小心你的狗命！我魏家是烂命一条，要不要的无关紧要，只要能和你风流快活，千刀万剐我都愿意。哎呀，我天！我告诉你，我是有恶疾的人，有恶疾的。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上树了呀，当心摔下来。树上多好啊，看得又远又凉快。出国700年，哪有一个上树的公主？公主为什么就不能上树？当公主就得傻呆呆地坐着，闷死了。什么话？小心一会儿又要挨板子。姑姑，你说宫里这么好，为什么小鸟都喜欢飞到宫墙外面去呢？外面天地大呀。所以当公主还不如一只小鸟。有什么好？好吧，你就在树上待着吧。蓉儿肚子饿了，奎姑要给蓉儿做好吃的点心去了。皇歇奉师屈恩之命前来拿取祭品，请厨娘相助。哎呦，你就是皇家的歇公子啊！我们这里的人呐，都听说过你的名字，说你年少聪颖，举目成诵。是屈夫子的得意弟子，皇歇愧不敢当。哟，瞧你这样子，彬彬有礼的，是个小君子。我跟你说啊，今日厨房正忙着给王后和舒公主做桂花糕，
所以祭品还没有来得及做。你在这等一会儿吧，啊。有劳了。哎，怎么少了？不可能啊，我刚放的。你看，哎呦，你看我这记性。这事儿你可马虎不得啊，闹不好咱俩都得挨板子。是，您多担待。奇怪，怎么又少了2个？真是怪事儿！我刚刚明明放的呀。我也看见了。不对，闹鬼，肯定有鬼。大白天的闹什么鬼啊？有贼！哎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小东西大白天装神弄鬼的啊！我就不信我抓不住你！过来！别碰坏了我的东西！看你能跑到哪儿去！小小年纪就不学好！别追了，我过来！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哎呀！别跑，我都站住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哎呀！嘿，小贼！你才是小贼！这高本是我的东西，我这是自取。你什么意思？真是个呆子！宫里的东西都归大王，对不对？大王是我的父王，大王的东西要赐，会赐给谁？当然是赐给我了。所以宫里的东西也就是我的东西喽。说起来，你我从没见过面，却帮我，图什么？皇歇只是看不惯以大欺小。难怪厨娘叫你小君子。来，月儿赐你1块糕。君子不受嗟来之食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拿着啊。不过你只有1块哦，剩下的是要留给我弟弟米荣的。这糕真好吃。你说，你是公主？难道有假？倒也不是。大王的儿女很多，只是你的穿戴打扮也太破。实在是不太像，不像个公主。他们也是这样说的。谁？那些像公主的人呗。你等着。不像公主又怎么样？那些像公主的人，他们会吗？皇歇心服口服。行了，这个果子就送你了。哎，你这软鞭好灵巧，能让我看看吗？给。别人的软鞭呀，都抛不出石子，而你这软鞭真好，既能打远物，又能打近物，真稀罕。我在鞭子上啊加了个小兜兜，打近物时是鞭子，打远物时啊就是抛石锁。记得呀，小时候有一首玉鞭歌：白马玉鞭金佩银鞍，今日啊才算真正的开了眼界。你要是欢喜，我教你怎么用软鞭吧。恭敬不如从命。看，鞭是一条绳，全靠缠得轻。拾鞭时要收回如虫，放出如龙。你试试。来，抡。哎呦，怎么老掉啊？熟能生巧，多练练你就会了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弟皇歇一拜。小君子，你有什么技艺可以教我吗？皇歇无能，但我有一个师傅，他可是天下第一无所不能之人。真的？你若不信，等过几日我带你去见他。说话算数啊？当然算数。弟
弟子黄歇拜见师父。弟子芈月拜见师父。你是谁？我何曾收过你这个弟子？我是芈月，我的娘亲是向妃。既然你是天下无所不能之人，自然就是芈月的师父。好伶俐的小嘴呀，芈月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是当年宫中传说的那个小霸星。屈子说错了，月儿是月亮，不是星星。不管是星星还是月亮，都不是世间凡人。师父，芈月想随弟子一起请师父授业，不知师父能否答应？不答应也得答应了。你没看见适才他都拜过师了。谢师父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。你想吃蜜饵吗10。想啊。11。他们在玩屠湖，用蜜饵做赌注呢。你等着，我赢给你看。好。15。我也要玩屠湖。咱不跟他玩。哼，怕输，不敢跟我玩吧？谁怕输啊？你呀。就算让你玩，你也赢不了。那咱们试试。进！我赢了，我赢了！蜜饵给我。谁说你赢了？我投进去，怎么不是赢了？你们有没有看见他投进去？说啊！你们谁看见他投进去了？我明明就是投进去了，你们看，这根还插在湖里了。你耍赖！你耍赖！耍赖怎么着？你这野孩子本就不配跟我们一起玩。你说谁是野孩子？你娘亲是陪嫁的应试，生了脏病被赶出宫，你没人管，不是野孩子是什么？你才是野孩子。你娘亲是汪汪乱叫的大野狗，你是汪汪乱叫的小野狗，你们野狗乱咬人。我娘亲生病，出宫避疾，总有一天要回来的。我母亲是齐国公主，大王的爱妃，你这个野蛮人，竟敢打骂我！我去皇后那儿告你！哼！明明是你耍赖在先，你还恶人先告状。妹妹，你怎么为那个野蛮人说话？同是姐妹，谁是野蛮人？你说话要当心。这个呢？这只羊啊，真聪明，真听话。来，看看这个是什么？看看。月儿，怎么搞的？衣服怎么又扯了？来，脱下来，姑姑帮你补补。整日里在外面野，哪还有个公主的样子？我们月儿也是委屈，都是别人招惹月儿的。没有娘亲管教的孩子，怎能知书达理？我不知书达理，我没有娘亲，那我娘亲去哪儿了？这个你别问我。那我问谁？都说他得了恶疾，出宫避疾去了，可是他在哪儿啊？乖月儿，别哭。姑姑，我好想我娘亲，难道我娘亲就不想我和弟弟吗？你娘亲啊，也想你们。那就带我去看看我娘亲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夫人，已经3年了，我哪能不知道？我也是天天数着日子，全都是命啊。走，我们到外面玩去。许娘娘。去见我娘亲好不好啊？月儿，姑姑帮你想办法。乖月儿，不哭了啊。战报！徐州之战大
捷！战报！战报！大王要班师回宫了！战报！战报！大王要班师回宫了！战报！战报！大王要班师回宫了！拜见大王！恭喜大王得胜！起来吧。谢大王。寡人出征3年，宫中全靠你来打理，你也辛苦了。大王，这都是臣妾分内的事。臣妾听说大王收复越国，转战齐国，大小之战数十次，3次受伤，心如火焚。沙场刀剑无情，受点伤，稀松小事。一晃3年，寡人见自己的孩儿都长大了不少啊。可不是，大王不在的时候，宫里的大事小情全由太子定夺。经过这次历练，朝阳和屈子都说太子脱胎换骨，可以独当一面了。玉不琢不成器。记得寡人出征时，月美人刚好有孕，项氏则给寡人生了个公子。2个孩儿现在如何呀？月美人生了一个公主，孩子已经2岁多了。孩子生得乖巧可爱，一看就是个美人胚子。举鸡携米荣，向大王请安。快快，起来，蓉儿，过来，到父王这儿来。来呀，快过去。让父王好好看看。像寡人，也像他的母亲。孩儿的母亲项氏呢？大王，您出征不久，项氏便得了恶疾，被臣妾送出宫去避疾。没想到在宫外医治无效，不久就故去了。家人薄命，项氏可惜了。大王，龙体要紧呐。父王，何人啊？我是月儿。月儿。寡人的小老虎，来，让父王好好看看。几年功夫，月儿已经长得这么高了。可惜你娘亲已经过世了。禀报父王，我娘亲还在世。什么？月儿娘亲没有死。月儿，你怎么知道你娘亲还在世？月儿前不久还见过娘亲，娘亲住在一个小屋子里，被恶人打。当真？此事你禀报过王后吗？没有。你放心，寡人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项飞何在此处？你们是谁呀？我问你，项飞何在此处？那是我的女人，你们谁也别带走她！开门！开门！你们不能带走她！你们不能！你们要干什么？
大王有令，恭迎相妃回宫。什么？夫人，大王把相妃接回宫了。相妃请您去章华台相会，但宫中人多口杂，只怕很难躲过王后的耳目。既然是大王所为，就不惧王后暗中捣鬼。我们这就去章华台见相师。姐姐，姐姐，应女相师拜见举姬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大王早已封你为妃，你怎可拜我？大王虽已封我为妃，但我自知身为应女，原本卑微，且姐姐一直待我亲如姐妹。这几年，若不是姐姐将月儿、蓉儿视为己出，还不知道这2个孩儿会怎样。姐姐的大恩大德，理当受我一拜。姐姐与我恩重如山，我愿意以命相报。你我情谊，那是姐妹可比的。当年你被人陷害出宫，谁曾想竟受如此凌辱？姐姐不要难过。离宫的这几年，我无数次的想到要死，可又心有不甘。一来，我放不下我这3个孩子；二来，大仇未报。可曾见过大王？尚未。不过大王已经捎来话了，说傍晚时分会到章华台来会见。如今有大王替你做主，你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你和月儿还有蓉儿重获荣宠，也应是水到渠成。唉，怕是也未见得。我现在虽已回宫，可是这后宫还是王后的天下，只怕大王不能长久的庇佑我和我的孩子。大王苦心许你，自然是前情难忘。大王虽前情难忘，可我已遭遇不测，身子被人玷污。眼下最难办的，就是这个孩子。大王竟然背着我把那贱人接回宫来。是，我若当初快刀斩乱麻结果了他，也不会有今日的周折。好在那魏甲已经归西，死人是不会多嘴的。可那相氏早已对我恨之入骨，他定会借助大王的疼惜怜爱之计乘势而上，加之举姬在一旁兴风作浪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王后是正宫，王后之子是太子，那相氏出身低贱，烛火之光怎能跟日月争辉？哼，是不是正宫，谁做太子，还不都凭大王的心思？相氏那一对儿女早已被大王视作珍宝，他若想上位，易如反掌。可那相氏与魏甲苟合产下逆子，他若是在后宫得势，岂非楚国上下的耻辱？你是说，相氏是带着魏家的儿子一同回宫的？是，听章华台的人讲，那个小贱种已有快1岁了。好，甚好，这也算我棋高一招。凭你相氏再得大王欢心，也是白玉蒙殿曾入沟渠之人，就算大王此刻为情所动，还顾不了那么多。但只要那小贱种在，终有一日，大王就会想起他和魏家在宫外龌龊的那几年，大王就一定会嫌弃他。关键是，眼下怎么封住他的口？我虽然已经回宫，可王后又岂能放过我？岂能放过我的月儿，我的蓉儿？我
我想来想去，只有这一个机会了，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。我扳倒了王后，换我孩儿一个锦绣前程。妹妹，你千万不要想战了，你的3个孩儿都太小了。我就是为了他们，我的命不足惜。我既然已经回宫了，王后势必与我形同水火。我若不孤注一掷，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3个孩子和我任他宰割。姐姐，在我和王后了断之前，我若能与我的月儿和蓉儿见上最后一面，就死而无憾了。妹妹，请收妹妹一半。姐姐，你快起来，王姐姐成全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谢姐姐。月儿，快跟我走！举娘娘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快走，再不走就见不到你娘亲了。王后来了，向妃放肆，为何不起身施礼？妹妹大难不死，真是有福之人。看妹妹容颜憔悴，定是吃了不少苦头。大王心疼你，姐姐更是心疼。将东西给向妃呈上。是。臣妾曾吃过恶人的苦头，这些服饰，臣妾是打死也不敢碰的。妹妹差人来说要见我，定是有话要说吧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妹妹，你这是？臣妾这几年生不如死，贱如草芥，全是拜王后所赐。臣妾感恩戴德，铭记于心，变牛变马，不敢忘怀。我如此好生待你，真心拿你当姐妹。你刚刚回宫便血口喷人，你是否害过人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向妃，你是失心疯了。我何尝害你，又怎样害过你？空口无凭，要拿出证据来。你向来害人，有恃无恐。这次臣妾就不放过你了。大王公正，不会凭你这3言2语不实之词去冤枉好人。是否冤枉，你心里不比谁都明白。冤枉与否，全凭大王判定。苍天在上，大王自会为我做主。好啊，但要拿出证据来。你说我没有证据？我断定你没有证据。就算我此刻没有证据，很快就会有了。真是笑话。只怕是你成为笑话。等大王看到证据，自会治罪于你。你就等着报应吧。哼，你一个贱婢，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贱婢就是想尝试阻挡王后车马的滋味。你若真想与我为敌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以为你还是相妃，
你在宫外与那泼皮魏家苟且几年，早就污秽不堪。楚宫乃高贵之地，哪容得下你这卑微之躯？臣妾的确卑微至极，可卑微之躯自有卑微之躯的用处。你是在自寻死路。王后说的不错。王后慢走，臣妾不送。月儿实在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也得跑。月儿实在跑不动了，不好，大王的异常。月儿，我们走近路。月儿呢？蓉儿呢？来不及了，大王的仪仗已经到宫外了，夫人不能再犹豫了。我知道，把酒放这儿吧。你走吧。月儿，蓉儿，娘亲等不到你们了。记得要让你们的父王为娘亲做主。快见过你们娘亲！娘亲，你怎么样？要撑住，撑住啊！快去叫女医！是，快去！娘亲，你怎么了，娘亲？月儿，记得要照顾好蓉儿和魏然。记住了吗，娘亲？记住了吗？爱妃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大王，大王，爱妃，爱妃，大王，爱妃，是谁把你害成这样？大王，酒是王后赐的。爱妃，害我这些也是王后。大王要为我做主。爱妃，爱妃，娘亲，爱妃，娘亲。项氏出宫避疾不治身亡，你是在蒙骗寡人。我再问你一次，项氏究竟是如何死的？臣妾实在不知，臣妾定会派人查清项妃的死因。不必麻烦了，拿上来。这可是你高堂台的酒具，这踏金酒具可是王后专用的，怎么会出现在章华台呢？大王，
酒具是臣妾的，但并非是臣妾刻不离身之物，定是有人窃取来诬陷臣妾的。诬陷你吗？传章华台的侍女上殿。传章华台侍女上殿。拜见大王。实话道来，你是否看见王后进入了章华台，并看见王后与相妃单独相处？是，奴婢所见确实如此。下去吧。大王，臣妾与相妃单独相处确实不假，但臣妾没有毒害相妃，还望大王明察。你去章华台干什么了？臣妾听说相妃受了不少委屈，难免恻隐，原打算到章华台去安抚她一番，没想到见到相妃之后，我们彼此言语不合，臣妾便恼怒地回宫了。哦，谋害相妃定是另有他人。哼，你别以为死无对证，相妃在毒发身亡之前，已将害她之人的姓名告诉了寡人。哼！是王后。大王，相妃定是受人指使，在诬陷臣妾。闭嘴！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更何况相氏性情纯良，可正因如此，才屡遭暗算，丢了性命。而你却说他诬陷你，大王，大王息怒！大王，大王息怒！大王，你旧伤未愈，万万不可动怒啊！滚开！你做出这样的事来，让寡人如何不怒？大王，不必多说，你我已经走到头了。大王，你出去，回你的高堂台去，别让寡人再看到你。王后，奴婢服侍您吃点东西吧。王后，这粥啊是奴婢让膳房。王后当心！当心！7年前你就该叫我当心了，当心那贱人相氏和毒妇狙击。王后不必过于烦恼，终会有解决困顿的办法。糊涂！相氏已死。无论是不是我下手，我都脱不了干系，更何况我失去了大王的信任。这20多年来，我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从未有个大的差池。如今我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他们想用那相氏的烂命换我的命，我若倒下了，下一步就是太子了。王后，儿臣拜见父王。你来干什么？父王，相氏之事，其中必定还有其他曲折。母后一贯宅心仁厚，必定不会做出此等毒辣的事情。他宅心仁厚？哼！这些年，他在宫中做了多少龌龊之事？你是故意视而不见，还是装聋作哑？父王，母后再有错，那也是父王的结发妻子，也是儿臣的生身之母。望父王看在夫妻情分和于怀儿的父子情分上，能够高抬贵手，宽恕母后。夫妻情分，
父子情分。你母亲若对我真有情分，就不会背着寡人在宫中杀戮无辜、残害寡人枕边之人。你竟不明是非，为那恶妇求情。可父王这一时之怒，已经引得宫里平起风波。这么下去，人心难免不稳，只怕会……闭嘴！你不明是非，混淆黑白，口口声声为那罪妇申辩，还不是因为他一贯袒护你的短处？尽管你无能，你好色，你自以为是，可在他眼中，你仍是贤明圣主，是大楚的不二储君。大王保重龙体。你即刻给寡人从这儿滚出去！大楚没有你这样的太子，寡人也没有你这样的逆子。父王，滚！大王息怒。大王保重啊！大王的龙体无妨，寡人只是一时气滞。你这是？哦，魏国使臣送来了一份国书。放这儿吧。大王，气滞，皆因情志不畅，饮食邪气，君子饮酒，三绝而止啊！王后忤逆，太子不成器。这大楚若是交到他们手里，必会被他们败掉。家门不幸，寡人何以解忧？大王，难道打算废后废太子？哼，此事重大，干系国本，大王还需慎重啊！这儿没你的事了，你下去吧。大王。给寡人斟酒。娘亲被人害死了。你们不要伤心，你们已经跟你们娘亲告过别了。大王会风风光光的送走你们母亲的。王后为什么要害死娘亲？嘘，这里是后宫，不害人不能活。可我娘亲从不害人。蓉儿，我的好孩儿，过不了几天，你那个没用的哥哥米怀就会被赶下太子之位。大王对你另眼相待，说不定哪天会立你为太子，你就是未来的大王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何为连城之家？就是指你们母亲的性命。我只想要我娘亲活着。不许说傻话，你们娘亲死得值得。月儿，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去爬树，去捉鱼，去挖蚯蚓，我看他们谁还敢笑你。他们把姐放成还来不及呢。为什么娘亲要死？娘亲不死，我也可以去爬树、抓鱼、挖蚯蚓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步步走在这刀刃之上，现在我们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我心里欢喜，我要你们也欢喜。当明日的太阳再照到这宫殿之上之时，这一切就都改变了。
献之际，怎会不重要？我是说，今日是第一次上朝，心里好沉重。诸卿免礼。今日议立何事？臣处理集有奏。准。先武王当在洛阳并天，子贡已经运回咸阳，因朝廷内乱，迟迟未曾落葬。既然武王当的灵柩已经回到咸阳，当葬入王陵。是。会后所言极是。干相，你说什么？微臣说会后英明。芈月糊涂了。干相先前一直尊芈姝为惠后，何以又尊我为惠后？芈姝失德，当废尊位。如今大王正位，当尊您为正位，为母后，复先王氏为惠文后。芈月最恨人云亦云。既然惠后之称已被占用，那芈月懒得去争抢，还是免了吧。我们做臣子的，总得给大王之母后一个尊位。尊不尊在心里，不在嘴上。臣以为，芈姝以惠文后身份行令数年，未免混淆，当为芈夫人另拟一尊号。臣赞同雍大人之言。臣也赞同。这雍大夫之言的确有道理，臣也赞同。既如此，不知诸卿拟何尊号？武王以君王之尊而效匹夫之举，因之殒命，令得秦国大乱。此乃芈姝教子无方，有失母德。想当年周武王英年而逝，一下成王年幼，幸得母后王姜辅佐，匡正王道，从而成就周氏江山数百年，至今不灭。周氏三母称太任、太姒、太姜，臣以为当以太字为尊号，称太后。太者大也，也作太字，而以为形容未尽之意。故以太字为最尊，王之储为太子，王之母当为太后。臣以为芈姝有失母德，太后当尽母职，代王摄政以匡正王道，行古人未行之新政。故建议自今日起，王之母当不负前王谥号，另行单独称为太后，不知可否？臣以为魏冉将军、雍瑞大夫所言甚是。初离子以为如何？臣但遵王意。既如此，自今日起就尊圣母为太后。寡人年纪尚小，为了大秦王业，当由母后临朝称制，代掌朝政。臣拜见太后，愿效忠太后，凡有所命，誓死相随。臣拜见太后，愿效忠太后，凡有所命，誓死相随。芈月
王爷！兴我大秦王爷！兴我大秦王爷！公元前306年，在魏冉和初里吉等人的支持下，秦昭王嬴稷登基。因其年幼，其母芈月听政。自此开端，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个太后。芈月开始了长达41年的执政生涯，史称宣太后。如今那公子季已经登基了，我们忙活了这么久，全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。我们的运气算好的了。不知这芈月是一时顾及不上，还是有别的顾忌，竟然没有即刻追究我们给他下蛊的罪责。按理说，芈月和我们结怨极深，就算不即刻拿走我们的人头，也应该把我们打到掖庭冷宫去。谁料却把你我放在这披香殿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打算。他那是欲投鼠而忌器，不得已而为之，这是为了收服人心。只要华哥哥和诸公子们继续拥兵自重，我想芈月就不会即刻动咱们。看来我们的指望都在华儿身上了。夫人，武王后，她来了。谁来了？惠后芈姝。她来干什么？惠后来了。惠后可是宫里的老人了，莫非连规矩都不懂了？到我这儿横冲直撞的，也不事先通报一声。真是一场大梦。先前武王后怀胎10月，信誓旦旦说是荡儿的骨肉，原来只是儿戏。姑母，惠后当真还惦记着那孩子呢。哎，真是好笑。那，这就是你的孙儿。魏姨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好歹当儿是你的夫君。惠后，大王不在了，我跟姑母总得寻条活路吧。身孕也好，假孕也罢，可你们不能去害公子壮。我们哪里有害公子壮？我们只是派人把他送到华儿那儿去了。若不是你一心想独揽大权，硬要立公子壮为大王，还使尽手段想除掉我华儿，我们也不会出此下策。哼，你们自以为得计，到头来帮了谁？公子华吗？如今登基的是芈月的孩儿公子季，愚不可及。众臣们拥戴公子季登基，那也只是权宜之计。朝政未稳，人心未定，谁能保证就没有翻盘的机会？咸阳城外与朝堂对峙的10几个公子当中，最出色的就是我华儿。过些时日，这咸阳城还不知道是谁的天下。你只有一个公子华，而其他公子呢？别忘了，我才是先王后，先王所有的孩儿都是我的孩儿。宫中哪个公子要登基，那都得我首肯。更何况，这宫外边还有10几个想争夺王位的公子，我说立谁为王，谁就是王。嫡庶有别，即便你养育公子华30多年，也抵不过母后2字。你再托大，也托不过先王。公子季，他可是有先王遗诏的。大不过先王这话不假，可你怎知道那遗诏不是伪造的？芈月伪造遗诏，罪不可赦。从今以后，国之要政，就要拜托初离子和雍大人你等重臣了。
微臣不敢。朕坐于宣室殿，如坐针毡，纵目望去，大秦内忧外患，国势崩溃。如今是强敌环伺，百废待兴，而新王弱小，势单力孤。你们看，该作何打算才好？武王当在位时，关闭四方馆，只用匹夫莽汉，弃用贤良之才。诸公子之乱，又让上君当年所立秦法名存实亡，军队分成无数派系，国家连年外征内战，人丁减少，田园荒废。最大的症结是，有魏、楚、赵、韩、燕等国军队驻在函谷关外，只等瓜分秦国。依微臣看，这诸公子之乱是当务之急。当初诸公子为争王位而相互残杀，如今新王继位，应设法说服他们，以江山社稷为重，臣服新王。函谷关外军情危急，诸国皆通报要向我大秦派出使者，说是入咸阳朝贺，实则心怀恶意，想与我大秦讨价还价。据可靠消息，前不久魏、楚、韩三国就偷偷派人前往雍城，与公子华密谈。有诸国在公子们的后面煽风点火，想让造反的公子们偃旗息鼓，只怕得大费周折。列国本打算让我们秦人一味自相残杀下去，然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可瓜分秦国。但如今新王继位，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，自然是要赤膊上阵。如此看来，这内忧外患彼此息息相关。可眼下秦国的确是千疮百孔，重伤垂危。我不能再让他经受风雨和战争。秦国渴望休养生息，可列国却不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。如此看来，先对付这五国强敌，那便是重中之重。驱散了函谷关外的虎狼，我们便可腾出手来对付内乱。而诸公子身后没有了列国的唆使，这闹事的心性也就会小了许多。月儿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哎呀，你这模样，好似已经几年都没见到我了。是啊，你在这宣室殿一待就是一日，我都来了好几趟了，也不见你的影子。宫中事务繁杂，百废待兴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哎呦，累了。来，坐下说。你们这些秦人呐，无趣的很，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的啊？放在我们草原呐，谈得妥就一起喝酒，谈不妥上马开战，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的？万事都这样简单利落就好了。好累。今日那些伺候米叔的内侍禀报说，米叔突然兴起，跑去披香殿了。他大概还惦记着武王后的假肚子，给他争王位呢。要是知道了真相，他大概把武王后和魏夫人都恨苦了。这做梦做醒了，总会有点心痛。你们先前这个秦王啊，也算个好汉，但眼光不行，养了那么些个恶婆娘。有几个女子做女儿家的时候，不是冰清玉洁的，可到了这后宫，就菊花为止。这里看起来花团锦簇，却是最荼毒人心的地方。天寒地冻，膳房特地给惠后熬了些肉羹，望惠后保重身子，辛苦姑姑了。奴婢告退。惠后，既然做了，那就吃点吧。
我以为甘茂弃我而去，看来他还是识时务的。依婢子看，甘茂这人是脚踏两条船，楚离子等人在背后捣鬼，他从未事先对会后提醒。公子季登基那日，他又临时倒戈，什么东西？臣子们的忠心是要有代价的。当日甘茂以为大势已去，一心想着攀新主子的高枝，只可惜他在芈月那儿是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。回头想来，还是我这条船更为稳妥。如今有了出宫符节，魏延又写了亲笔信给公子华，杜瑾也联系上了公子华，我们可以离开咸阳了。月儿，怎么了？秘书那个恶婆娘她跑了。秘书跑了？据说这2日她一直闹头疼，把身边伺候她的人全都赶走了。今日侍女给她送晚膳的时候，发现那居室里已经空无一人，她的贴身侍女珍珠也跟着一同不见了。是我疏忽了。秘书在后宫经营这么多年，有不少人得过她的好处，不仅是甘心被她驱使，还有期望她曾应许的荣华富贵。她这一跑，只怕在外面又要兴风作浪了。月儿放心，我这就去把那个恶婆娘给你抓回来。晚了，都已经过去几个时辰了，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。更何况，眼下咸阳城中兵力空虚，我已派魏冉去了函谷关，接替原来的守将。剩下的禁军里头，很难知道有多少是真正的自己人。月儿，既然如此，就由我们一群人与秦军共同把守宫禁，保你安枕无忧。是你？甘相可是心浮气躁了？您怎么来了？你不知道朝廷正满咸阳在抓你吗？哦，对了，会后眼下如何？放心，此刻会后正在雍城公子华的驻地里安然无恙。正是会后叫我来给甘相问安的。公子华与会后总算联手了。世间没有永久的对手，也没有永久的朋友。公子华需要会后这个母后助他走上宣誓殿的王位，会后要靠公子华的实力打回咸阳，彼此各有所需。当然，那个芈八子也不是个容易对付的敌手。今后芈八子这个称呼不能再提了。是啊，如今要叫太后。太后，这个前所未有的称呼，叫得长吗？都将军，此言何意呀？芈月当了太后，重用处理吉雍瑞、司马错等人，冷落甘相等一干旧臣，甘相不会没有怨怼之心吧？会后和公子华视甘相为肱骨栋梁之臣，此刻会后和公子华正在雍城等着甘相呢。我留在这儿，有留在这儿的好处，眼下还不是走的时候啊。拜见母后。拜见母后。免礼，坐吧。母后已经赐座，我还是不坐了吧。叫你坐你就坐。
眼下，我们与咸阳那边的战事陷入了僵局。我找你们来，就是想看看你等有何高见。当日父王杀商鞅而不废新法，而今在朝中支持芈月的那些人，有很多都是在新法实施以后而得以提拔的重臣。新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，以军功大小定王族身份之高低。那些没有军功的宗室儿女转眼落魄。对此，甘茂等旧臣和宗室旧族早已耿耿于怀。假如我们宣布在秦国废新法而恢复旧制，如此可以得到各郡县原来封地爵位被削了的旧族支持，亦可打击在朝中拥立芈月的那些臣子们。兄长，高瞻远瞩，高瞻远瞩。好，那就照王二说的办。当日，我已在自己的封地恢复了旧制，深得旧族人心。若真在全国恢复旧制，倒真是可以享者云集。但这全面恢复旧制，重新分封，是要朝廷颁旨的。我是先王正妻，众公子嫡母。眼下，我们的朝廷就设在这旧势力最强，曾是秦国几百年救国都的雍城行宫。储君就是你公子华。所谓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们颁旨，名正言顺。芈月等人伪造遗诏，当天下诛。只要旧族当中愿意跟我们走的，立即宣召下去，恢复他们旧日爵禄，世袭代代相传。如此一来，只怕秦国真的要乱一阵子了。乱了好啊，乱了天下，芈月母子就能早日父慈。等我重回咸阳宫，我定以嫡母之位封你为秦王。多谢母后。下去吧。会后，您当真要助公子华为王？自然当真。你看那没出息的公子壮，这才到公子华身边被调教几日，就一副心甘情愿做应声虫的样子，真是枉我当日想立他为大王，看走了眼。不过，我不光答应了公子华为王，也应允了子雍、子轩、子峰等人。到头来，还得看他们个人的本事。此刻看来，公子华是实心实意愿被惠后所驱使。他是想一呼百应，一夜杀进咸阳城呢。不过他的心思倒也合我的心思。可公子华跳得这么凶，芈月会不会泄愤，按捺不住杀了魏夫人？杀了有何不好？那芈月一直摁住不肯杀魏延，是因为他投鼠忌器。那魏延与魏仪与我深仇宿怨，魏延肯写信给公子华，让他与我联手，还不是想借我之手扶公子华上位？可公子华要一上位，那魏延等人还会对我感恩戴德吗？芈叔逃到雍城，与嬴华联手昭告天下，另立朝廷废除新法，给失了权势的宗室旧族们恢复爵禄，并散布谣言说遗诏有违。这么一来，可有些人要蠢蠢欲动了。苍蝇驱邪，必会有人助纣为虐。
但天下有识之士，不会情愿跟他们走的。造反的公子都是先王之后，芈姝又是先王的嫡妻，他们抱团的确是大秦的心腹之患。公子们造反，并非都是情愿。公子华与他们结盟，也并非都是牢不可破。当日武王荡猝死，王位空悬，芈姝弄权，有的公子觉得不公，奋起造反。如今王位已定，朝廷不妨给他们指一条更好的路。我已经书信给过去的旧友，请他们进宫做客。照理讲，有一个人今日就该到咸阳了。太后，您看谁来了？臣妾魏氏拜见太后。两位姐姐折煞我了，快请起。谢太后。姐姐们坐。仙儿、慧儿，快去烹茶。是。坐。太后，二位夫人，许久未见，当好好叙叙旧。雍瑞就不打扰了，告退。只听说姐姐们答应回来，没想到这般快就到了。与太后几年未见，实在想得很。姐姐这几年住在公子池那边逍遥自在，远离咸阳的是非，能把姐姐请回来，真是不易。池儿虽孝顺，可我在那边整日也是闲暇无事，实在烦闷。正巧太后邀我回宫，恭敬不如从命。两位姐姐待我一贯真诚，能来看我，着实让我高兴。先王过世时，木心被芈姝手下所害，亏得唐夫人冒险救下，请太医疗伤，木心还一直未谢过姐姐呢。唐夫人，小的木心多谢夫人救命之恩。快快请起。太后，妾身惶恐，妾身也只是看木心是个忠仆，不忍他被奸人所害。好在木心命大，若不如此，神仙也救活不了他。说起来实在惭愧，对比唐姐姐，我就差了许多。妾身从不敢冒险得罪谁，只能暗地里做些小事，透个消息，行个方便，只盼着若是在我失势落魄时，别人能看在我素日善心待人的份上，不作践我便罢了。魏姐姐何必客气？宫中的明白人不多，魏姐姐却是其中的一个。为人善谋，我将来倚重魏姐姐的地方还有很多呢。当年芈姝设计，用几个桃子挑拨诸公子，逼迫他们反出咸阳。如今大局已定，该是诸公子们霸占西滨的时候了。不知对此，魏姐姐有何看法？秦国内乱，民不聊生，池儿早就有按兵肃甲之心，只是不知如何取得朝廷信任。公子池明理，又是出了名的孝子，一贯听从姐姐劝告。若愿意率兵归附朝廷，那大王将特意表彰，以此鬼物犯事，说不定可借此逐渐平息诸公子之乱。谢太后如此瞧得起我，妾身不日即刻返回池儿封地，将太后之意转告池儿，定不负太后之托。魏姐姐，你真是帮了芈月的大忙。另外，唐姐姐，你在宫中的人缘最好，与公子雍的母亲又是表姐妹，不知是否愿意出面劝说公子雍母子归降？既然太后信任，臣妾愿意一试。那就拜托唐姐姐了。先进吧。进去吧。
哎，等一下。前进吧。岂有此理！简直是闻所未闻！我大秦恭进，怎么可以让那些敌戎之人来把守？我大秦臣子又怎么可以让一群人随意搜身？太过分了！我们手头的兵马都调去平乱了，眼下这攻进守卫之事，实在是捉襟见肘啊！这蒙将军啊，说的甚是。再怎么说啊，也不能让胡人在宫里胡作非为。这一眼望去啊，简直成了敌戎人天下了。甘香此话不妥。义渠在先会文王之时，就是我大秦的一部分了。此刻你张口胡人，闭口敌戎，岂不是要把他们赶出去？紧急军情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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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禀太后，公子华就和公子轩、公子峰和公子少官等8位公子，以奉会后之命为由，欲进逼咸阳，讨伐大王和太后。函谷关外的各国兵马也与众公子遥翔呼应，蠢蠢欲动。有魏冉在，我不用担心函谷关。谋反公子的兵马离咸阳还有多远？公子峰的兵马进展最快，离咸阳大约还有5日的路程。诸位爱卿，你们看该如何应对？照理讲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但眼下咸阳空虚，实在兵力缺乏。是啊，对方人多势众，来势汹汹，我秦军缺兵少粮。哎呀，这猛虎它也挡不住群狼啊！臣以为，既然是群狼来犯，就该先击退领头狼。公子轩在众公子当中，那是出了名的狂妄自大，需要好好教训他一番。虽说眼下咸阳空虚，但不该忘了，我们还有一支精兵猛将尚未动用。义渠勇士一贯是骁勇善战，忠诚于大王和太后，不如请他们上阵，痛击来敌。义渠勇士曾为国本归正立过大功，近日又协助守卫宫禁，备尝辛苦。俗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义渠勇士的长处在于沙场征战，把守宫禁的确可惜。义渠君，此番你若能战胜强敌，我后方自然无忧。太后放心，义渠人定不辱没使命。白将军，朕派你为义渠先锋，协助义渠军作战。记住，一定要打疼他们。臣白起领旨。那函谷关的各国联军该怎么办？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诸国的兵马，无非是为了利益而来。诸公子身后都有各国的势力，谋反公子能够给他们的，我们也能够给他们。可惜张仪死了，秦国再也没有像张仪那样的辩才无双之人了。那太后的意思是？待我请各国使臣前来咸阳议政。拜见太后。5国使臣已经进宫，既然他们对我秦国各有企图，只怕没有一个是好打发的。如何应对？诸卿可有高见？
诸国邦交错综复杂，只能酌情处理，择善而从。那哪位爱卿愿意不辞辛劳，担此重任？与列国使臣交涉，这少一句，哎呀，就是丧权辱国；这多一句，就是惹祸，挑起事端，兵连祸结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由朕亲自出马。楚离子，臣在。召使臣进殿。敢问太后，先召哪国使臣呢？自然是先易后难了。先召燕国使臣苏秦吧。太后有旨，请燕国使臣。各位，苏某先行一步了。请苏先生请，苏先生请。燕国使臣苏秦拜见太后。苏相不必多礼，请起。赐座。苏相，请上座。谢太后。议后可好？议后日夜牵挂母国，牵挂太后。燕国与秦国手足之交，何况当日在燕国，义后和苏子对芈月母子有救命之恩。太后言重了，苏秦乃是凭着良知做事，义后对太后还有秦王，更是出于骨肉之情啊。望苏相转告义后，芈月知恩图报。多年来，秦国与燕国一直交好。因子之之乱，燕王与齐国结下血仇。我有心助燕王一臂之力。待大秦局面稳定，朕打算派人出使，说服诸侯协助燕国讨伐恶秦。谢太后。多年来，齐国一直对燕国怀有吞并之心，只要燕秦首先结盟，并与诸国结盟立约，共同讨伐齐国，定能一举而全功啊！苏相说的极是，只要我芈月在大秦一日，就绝不会食言。多谢太后。太后有旨，请楚国使臣。哦，哎呦，苏相，晋大夫。这是秦国太后写于我国议后的信。苏相，是要撤兵了吗？议后挂心芈夫人公子季的周全，让苏秦率部函谷关外候命。如今公子季已经成了秦王，芈夫人成了太后，苏秦自当回朝消灭。告辞了。不送不送。外臣晋上，拜见太后。晋大夫何须多礼，赐座。晋大夫，请上座。谢太后。微臣得知大秦新王继位，太后摄政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喜出望外呀！太后原是我楚国公主，所以但有所命，我大楚必当全力以赴相助太后。我虽登大位，但内忧外患日夜不宁。如今
见到了娘家人的面，得到了母国的承诺，我这颗心终于是放下来了。木心，是。晋上无功，不敢受禄。这是芈月对娘家人的一点心意。那谢太后赏赐，十分惶恐，十分惶恐。别客气，我这里还有给王兄和郑秀夫人的礼物，要请晋大夫转交。太后亲情深厚，微臣十分感动。大王派微臣来出使秦国，但是秦楚是至亲，望日后两国依旧能够唇齿相依。说到唇齿相依，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不知晋大夫以为如何？太后请讲。我是楚国之女，虽到秦国多年，但一直心念母国。眼下幸蒙先王遗诏，少司命必有，方使我幼儿登上王位，我也不得不为了他强撑局面。但晋大夫知晓，我本庶女出身，不懂得国政庶务，而秦国的文武大臣都各有各的算盘，身边无一人相助。若是能有几个来自母国的贴心人，在朝中为我出谋划策的话，太后放心，晋上回朝必请大王多派楚国宗族入秦，辅佐太后。那太好了。不知太后可有中意的人选？我一个后宫妇人，能知道什么人选？我在楚国见过最能干的人，莫过于晋大夫你了。不如就你留下来，作为我秦国的上大夫，如何？晋上才识浅薄，不堪重任。才识倒也不重要，忠心却是第一位的。我要的是绝对靠得住的娘家人。让我想想。大王的幼弟芈戎在楚国无所事事，不如就让他过来帮我。芈戎？对，芈戎将军那是文韬武略，由他来辅佐太后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晋大夫果然是能臣，须臾间便帮我解了难题，芈月理当给予重报。太后情意深重，让微臣突然间有了一个念头，不知太后意下如何？晋大夫请说。自古以来，两国联盟最好不过联姻。我楚王现有一个幼女，是赵美人所生，长得那是闭月羞花，正好与秦王相配为夫妻。甚好。方才我还在想，先会文王遗下一位小公主，我意欲嫁给楚国公子。妙，真妙，两个亲事一块办，亲上加亲。那秦公主许配给太子恒如何？太后，如今太子恒不得大王欢心，南后郑袖有意让公子兰成为储君。如果太后把秦国公主许配给公子兰，那南后郑袖必定投桃报李，感恩太后。那如此，秦楚两国患而兵开，一切就有劳晋大夫了。哎呀，怎么，晋大夫有难言之隐？太后啊，此次楚国劳师远行，虽然太后有礼物赠予大王与夫人，可是对手下那些将士们总得有个交代呀。况且我临行之前，老令尹有话在先，不得上庸城，不许办事。所以，
太后，您看，这容易。秦楚两国若能结亲，那就让上庸城作为我秦国公主的嫁妆，陪送于楚国，如何？太后英明。太后放心，您交代的事儿，微臣一定办好。那告辞了。下一个是谁？是韩国使臣张翠。当年武王道为了打通去洛阳的路，曾攻占了韩国的武遂邑。秦国与韩国的仇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眼下这韩国也是不太容易被打发的。去拿武遂的地图来。是。哎呀，已经过去2个时辰了，也不知前面到底结果如何了。哎，是啊。哎呀，国之大政，我们这些做朝臣的、做国相的，这一点不得而知，还不能插手。这还有我们这些大臣们何用？楚离子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是左相，我是右相，这个时候我们总得有个说法。此事交给你，你能办得了？就算我办不了，可那太后只是后宫妇人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总该跟我们这些臣子们商量个章程啊！既然太后不肯商量，那就等等看结果吧。大人，商谈的结果出来了。去！不好了，竟然会是这样！哎，你们快看看，快看看，情况怎么样？丧权辱国，割地。这太后要把上庸割给楚国，武遂之地割给韩国。这魏国要拿走5个城池，还要赔偿赵国和燕国金帛。我大秦多少年都没有过这种割地赔款丢人之举。司马将军，你是上将军，你该说话。孝公的时候，我们割让城池给别人；到先惠文王的时候，是别人割让城池给我们。列国之际间，强弱易位，城池转来倒去。干相，你如此渊博之人，是没见过，还是没听过？你身为武将，竟然说出这种话来，你羞也不羞？我为何而羞？干相，前一阵魏冉曾带人在函谷关与韩魏2国拼死苦战，秦国将士已损失10之7八。这次若与5国交涉失败，诸国定会群起而攻之。你若手中还有兵马、粮草、武器，就赶紧发给我们，我等即刻就去边关与敌国决一死战。这司马将军是未战先怯呀！我甘茂吃的是朝廷俸禄，得的是大王恩惠，为了这大秦江山，哪怕是孤身涉险，也在所不惜。姐姐，我知道，你下了朝会来找我。姐姐，今日诸臣在朝中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倒也在意料之中。可是小冉，你不知姐姐坐在宣誓殿，面对各国使臣承诺割地赔款，有多无奈。
那每一寸土地，都是先王的心血。壮士割腕是为了保住大秦江山，可小冉不明白姐姐为何对晋上那种卑鄙小人还处处迁就，听由他指手画脚，竟然应下与楚国的联姻。你还记不记得老子上说过的一句话：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；将欲灭之，必先学之。姐姐的意思啊？吴国打上门来，楚国是领头之人，群狼环伺，晋上便是那恶狼群中最贪婪的一只狼。群狼不好对付，但独狼并不可怕。只要把篮子里的肉扔给他们，待他们散去了，我再一个一个好好收拾他们。更何况，眼下楚国情形特别不同，米荣在他们手中，我时时感到要被要挟，一定要先稳住他们，争取早日让荣帝归来。小冉目光短浅，误会姐姐了。姐姐倒不怕自己人误会，怕的是有些人要趁机蠢蠢欲动，挑起事端。姐姐放心，有小冉在，绝不会让那些人兴妖作怪。得让人看紧那个甘茂，他最近四处奔走，忙得很。另外，我还有些担心初离子。